关掉。万军的耶和华啊，你徛起的所在，怎样遐通意爱？我的心神若无耶和华的殿院到分去，我的心肠，我的肉体，向我的上帝求救。以色列啊，你着仰望耶和华，伫伊有丰盛的救赎。现在，请咱备办好咱的心，咱要做一撒个的祈祷。上帝，我满心的感谢你，因为我拢是你的奴仆，我要用着谦卑，用诚心来感谢你，因为你赐了恩惠，真主互阮，也赐了互万民，我也要来感谢你创造了阮。也保护阮，赐福阮，并借着主耶稣基督来赎回世间人，赐福阮有接受恩典之道，佫叫阮信仰将来的这个荣耀。阮恳求你，互阮会通常常笑纳你的恩典。我毋拿用嘴，要来称颂你的美德，也会通伫阮的生活中来表现出来，将阮家己奉献予你，重新用着圣洁、公义来服侍你。最近美国本土各所在，拢有出现这个反亚洲人的暴力攻击的事件发生。有的是用汽车来弄死这个亚洲人，伫这个按摩院，伫这个超级市场，还有这个枪击案，受害死伤的拢是亚洲人，因为这个肺炎病毒来居家隔离，互人的心理得出这个无健康的心态。将这个病毒怪罪伫这个亚洲人的头壳顶，所来引发这个暴力攻击的事件。恳求悲伤的来医治这个病态的这个心理，也差派天使天军来保护着亚洲人，尤其是长辈，或者个种族的这个歧视会当平刷落来。因为无愿意，搁再看到人类伫遐哩三加三吞，那今仔日阮搁一摆透过 YouTube 网络的礼拜，要来敬拜乌罗利，恳求主你的怜悯，互今仔日所有参与伫网络礼拜的乡亲兄弟，最后的心灵诚实来敬拜你，服侍你。互主的名通得到荣耀，我每一个兄弟拢来真做上帝赐福的管道。但虽然美国本土肺炎病毒的疫情，因为有注这个疫苗的普及化，各地方的疫情有淡薄仔较缓和落来，就是还未通伫这个掉以轻心。也阁是爱继续做好个人的这个防疫的责任，
会知恳求主，先来洁净罗卜的嘴，圣神也来感召我每一个人的心思意念。我有蒙恩的一个主日，但愿诚心的感谢祈祷，拢是奉主耶稣的圣名来求。阿们。咱做伙来听上帝的话，记载伫路加福音24章17到20节。17节，耶稣对因讲：“你毋哪行那咧议论的是啥物代志啊？”因就停落来，满面忧愁。其中一个叫革流巴，因耶稣讲：“这几日伫耶路撒冷所发生的代志，是安怎？敢若你毋知？”耶稣问讲：“是啥物代志？”因应讲：“就是拿撒勒人耶稣的代志。伊是先知伫上帝甲众人的面前所讲所做的，拢真有关联。遐个祭司长甲咱的时代，家己压去，互人判死刑，顶十字架。这是上帝的话。读这本册，甲听遐个语言，佮遵守其中所记载的人，真有福气，因为日期均立。阿明。读这条标来学了，万国拢就来学了主。万国拢就来学了主，万民拢就来学了主，敬拜耶和华。任是人要出声，无论耶和华，万民拢快乐欢喜。敬拜我耶和华，基有黑气拢着落伊。敬拜耶和华，无论耶和华，那我的。就爱敬拜我罗伊，那我的就爱敬拜我罗伊。万国拢就爱我罗主，万民拢就来我罗主，敬拜耶和华，任是人用伊出声。无论耶和华，万民拢快乐欢喜。敬拜我耶和华，基有黑气拢着落伊。敬拜耶和华，无论耶和华，那我的就爱敬拜落伊。那我的就爱敬拜罗伊，敬拜我耶和华，基有黑气拢着罗伊，敬拜耶和华，无论耶和华，那我的就爱敬拜罗伊。那我的就爱敬拜我罗伊，敬拜我耶和华，基有黑气拢着罗伊，敬拜耶和华，无论耶和华，那我的就爱敬拜我罗伊，那我的。就爱敬拜罗伊。万国拢
拢着来乌罗主，敬拜耶和华，今世人要出声。乌罗耶和华，万民拢快乐欢喜。敬拜乌罗耶和华，基有黑基拢着落伊。敬拜耶和华。乌罗耶和华，当我的耶就爱敬拜乌罗伊，当我的就爱敬拜乌罗伊。万国拢就爱乌罗主，万民拢就爱乌罗主，敬拜耶和华。今世人有出声，乌罗耶和华，万民快乐欢喜。敬拜乌罗耶和华，基有黑基拢着落伊。敬拜耶和华，乌罗耶和华，那我的就爱敬拜乌罗伊。那我的就爱敬拜乌罗伊，敬拜乌罗耶和华，基有黑基拢着落伊。敬拜耶和华，乌罗耶和华，那我的就爱敬拜乌罗伊，那我的。爱敬拜乌罗伊，敬拜乌罗耶和华，基有黑基拢着落伊。敬拜耶和华，乌罗耶和华，那我的就爱敬拜乌罗伊，那我的就爱敬拜乌罗伊。来乌罗主，万民拢着来乌罗主，敬拜耶和华，今世人要出声。乌罗耶和华，万民拢快乐欢喜。敬拜乌罗耶和华。基有黑基拢着落伊，敬拜耶和华，乌罗耶和华，当我的耶就爱敬拜乌罗伊，当我的耶就爱敬拜乌罗伊。万国拢着爱乌罗主。万民拢着来乌罗主，敬拜耶和华，今世人有出声。乌罗耶和华，万民拢快乐欢喜。敬拜乌罗耶和华，基有黑基拢着落伊。敬拜耶和华。乌罗耶和华，那我的就爱敬拜乌罗伊，那我的就爱敬拜乌罗伊，敬拜乌罗耶和华，基有黑基拢着落伊，敬拜耶和华，乌罗耶和华。我的就爱敬拜乌罗伊，那我的就爱敬拜乌罗伊，敬拜乌罗耶和华。
快要花，都要花，那我的就爱给毛了雨，我的就爱给毛了雨。各位乡亲、士大、兄弟姊妹，大家好，大家平安。在咱一生的中间，有时阵在旅行，有时阵在拜访朋友，有时阵欢喜，有时心内有痛苦，有时代志真顺利，总是有时阵煞去踢到铁板的。人拢有一个习惯。那么这个习惯叫做倒转去故乡的这个正宗，就是落叶归根的这个意思。人无论伫什么所在徛起，最后拢会习惯性的选择倒转去家己上较熟悉的所在来停靠。迄个熟悉的所在是一个安全、温暖、得到接纳也通安歇的所在，是每一个人生命的这个故乡。最后说，甲学生的生活差不多一直拢是伫旅行着。即款的旅行，毋单单是实际生活中的这个旅行，也是学生追寻生命意义这个信仰的旅行。不过呢，伫最后说被定死物件了后，这个信仰的旅行忽然间出现一个 question mark， 这个问号。学生毋知是就爱继续行呢，还是停留伫遮啦？伊拢毋知啊。所以虽然最后说，伫上这个时期以前有烦恼因爱伫这个耶路撒冷来听候，就是当因亲目看到耶稣来死去，佮互人埋葬伫这个坟墓内底，因一日军队主要所的这脚只已经结束啊。因准备要先回去家己的厝来喘一口气，再来想讲以后的路要安怎来行。路加福音24章有记载两个捌军队佮主耶稣的学生，伫耶路撒冷过完这个满过节，经历一个真大这个冲击，这个 shock， 就是因所军队主耶稣被钉伫十字架这个事件。所以因带着这个伤心、失望、惊吓的心情，要回去因的故乡伊玛乌斯，真是无想到，因伫路上去拄着一个出外人，甲因做伙行，后来才发觉，迄个出外人就是故爱主耶稣。所以伊玛乌斯的道路，就是咱一生信仰的道路。所以咱今仔日。咱要对这个伊玛乌斯的道路来学习几个这个信仰原则，听咱注意来听。头一个原则，咱要先了解你家己的问题是什么。信仰的旅程未免会出现这个怀疑、失志的时阵，就是要爱冷静落来，才能看清楚你的问题伫倒落。当主要说。靠近这两个学生的时阵，问因讲：恁行路的时阵，在辩论的是什么款的话题啊？做所兼唔知影因伫讲什么话嘛？做所兼唔知影因伫烦恼什么嘛？绝对知影的啦。咱的最后说，爱因讲出家己的烦恼伫倒落，做所通帮助因来想清楚。到底是什么款的人，什么款的代志，互因即款的烦恼甲这个困扰呢？咱每一个人拢有这个生活中的难题。有信心的人，有时阵嘛会软弱的时阵呢。你看，这个先知以利亚，伫前一日是多这个官兵，多有信心来镇压这个巴力的先知。不过呢，过段日呢，就因为这以色列王后亚西别。发出这个追杀令，要取伊的性命，伊就惊吓踉踉喘，佮真烦恼，
煞想要去死。就是上帝话临到伊讲：伊利亚，你伫遮咧做啥物啊？你伫遮咧创啥？上帝帮助伊利亚想清楚伊的问题是啥物，然后突破遐个问题，才互伊有新的这个任务。亲爱的兄弟姊妹，最后说也免问你讲，你到底是咧烦恼啥？请你讲出来，因为讲话会当帮助你整理你的心思意念，帮助你发觉问题伫倒落。都是重点，你来讲互主要所听。你将你的困难讲互主要所听，这个就是祈祷啦。祈祷会帮助你对主要所的眼光来看你家己的烦恼，你会发觉到你的烦恼并不是这样严重啦。你伫主要所遐通得到这个答案。这两个心内艰苦的人，一路所讲拢是绝望、消极、无毋茫的代志，总是咧，当因讲互主要所听的时阵，一切就隆重改变了。第二项，伫真理中来追找答案，因一路甲耶稣同行，佮讲话，却认袂出是主要所来。因亲目看到已经断开的主耶稣，佮加上这个假新闻错误的这个报道，认为主耶稣的这个心思互人偷去，互因忧伤烦恼，对家己的信仰开始咧怀疑。这两个先讲哦，阮平常时毋茫伊就是迄个要将赎回以色列的，毋简单是安尼，佮遮个代志。是行了，已经有3天啊！这句话证明因的信心是建立伫目睭所看到的代志。因信仰的基础，毋是伫主要所基督这个教示，也毋是伫规约最正圣旨的这个预言。我咧想吼，我若是主要所的事吼，我来听这两个学生咧对话，我一定足受气的，是要甲伊磕头壳，佮伤心。你实在枉费我3年半对恁的教示，总是最后说伊真有这耐心，会知因的信心无够呀，所以就对因讲：无知的人啊，神你所讲的一切的，恁的心甲太钝了，太迟钝了吼。最后说用圣经的话替因解决了信心的问题，就对摩西甲众先知开始。既然伫圣经中所指着伊的，拢对伊来公平。最后说爱来学习，伫真理中来追找这答案。所以，今日这个以马忤斯这两个学生，伫主要所讲的真理的中间，因的生命得到改变。因讲吼，路上伊甲人讲话，解释这个圣经的时阵，咱的心减是火热的嘛。伫一瞬间，因的心情。是对这个冰淇淋的冰点升悬，一直到100度的一噗噗的这个状况，所以因的忧愁失望就莽撞无去了。所以亲爱的兄弟姊妹，无论咱的人生有什么款的问题，无论咱的人生有什么款的怀疑，咱拢通伫对这个真理中来找到这答案。所以罗伯斯真望恁每一日拢会当勤读圣经，来得到上帝要互你呢，才会启示甲答案。读圣经，搁再加上这个祈祷，就会当互你的眼光无共款。你来抬头仰望主要所的时，你就会活伫这个有毋茫、有信心的中间。第三项，他邀请主要所来进入你的问题中，也邀请主要所来进入你的活命中。这两个人一路甲耶稣来同行。伫这个以马忤斯这条路顶悬，真理的话就温暖着因的心。因邀请主要所甲因同住，主要所无固执，就进入去因的厝，甲因做伙来食饭。当主要所摕饼出来祝谢的时，因的目睭就紧起来，就认不出这是耶稣，知影伊是过爱主。所以一瞬间，因的问题拢无去了。主要说是对死过爱主。因所相信的是互人有毋茫的主耶稣基督。为什么主要说伫因功劳伊点落来的？
互因认出来呢。如果这两个人无坚持，邀请主耶稣留落来，就唔知影一路来陪伴因的这个4分人，竟然就是过爱主耶稣啊！所以主耶稣基督会疼甲恩典是袂勉强人的，所有重担，主耶稣拢愿意替咱来担当的。伊也已经伫十字架顶替咱完成了。总是有一项代志，伊袂通替你做的，就是你家己爱做决定，就是接受伊的疼，邀请伊永远甲你同在。因为主要说尊重咱的决定，所以咱毋通袂记哩。主所期待咱，邀请伊进入咱的这个心。这两个人功劳主要说当大的时阵，就亲目看到对四个的主要说，因的话嘛就完全不共款了。所以每一个人拢需要主要说，咱来主动来邀请，主要说来伫咱的生命中，咱的问题中，咱嘛邀请主要说来进入咱的家庭内底，来接做咱随时的帮衬，接做咱一世人最好的朋友。第四，伫五忙中勇敢站起来，去面对这个困难。这两个优秀的学生，知影主要说是已经过了，因的问题已经得到答案，因无搁再停留伫错误的所在，因马上站起来，倒转去耶路撒冷，因为耶路撒冷才是主要说爱因去的所在，因为主要说对四个啊。耶路撒冷无搁再是伤心的所在了，耶路撒冷无搁再是失败的所在了，也无搁再是惊的所在了，是有主要所同在的这个所在，也是主要所甲学生要聚集的所在。他亲爱兄弟，无论你状况如何，毋通离开教会，毋通离开你的团契生活。如果你若发觉你行唔对路的时，还是做唔对的这个决定。你就要爬起来，倒转去上帝爱你去的所在，倒转去上帝听内底。最近有一个兄弟住伫加州，伫我的这个 YouTube 来回应吼，伊讲罗博士，我对2011年时有淡薄代志，我离开教会，就处拢无去教会啊，差不多10年久的时间。有一摆伫5日中间去看到我的 YouTube 赖上广告，去看到我伫遐咧吟诗伫讲道的时，伊的心不知气察，伊心就够互这个圣神甲伊感动，伊讲老师，我决定要去倒转去上帝的厝，感谢主，望上帝会当接纳这个兄弟，个倒转去这个。这个属灵的家庭，所以呢，当这两个人倒转去学生的聚会这个所在，因彼此讲起这个去遇到国外主的见证，所以当学生看到主要说去一摆迄年的时，耶稣就靠近你讲愿恁平安。那么愿恁平安，这是上帝的心意呢？上帝伊爱咱真正的平安。伊唔爱咱暴露伫这个忧愁、烦恼的风险的中间。咱人若去拄到这个国外主，咱的生命就要得到改变。你会欢欢喜喜甲人来分享这个好消息，你嘛会接受这个受切恳，你会领受着这个使命，你嘛会回应上帝对你的呼召，互家己讲做一个祝福的管道，你要讲做一个有影响力的这个画面。那么这两个学生看到这个主要所基督过啊，就解决因心内这个怀疑甲烦恼的问题，因倒转去因的这个信仰的团体，真做过来主的见证，领受了这个使命，真做传福音的这个人，建造初代教会这个参与者。你捌拄到过来主耶稣嘛？亲爱兄弟姊妹。伫你的生命中上解疼，上解绝望的这个心坎内底，你入出过来主耶稣，甲你同行嘛？有一个真古早的故事吼，
或做这个沙滩顶，这个海边这个沙啊顶管的这个脚只，有一个人做着一个面梦，伫梦中伊甲主要说，伫海边的这个沙，这个沙堆伫行路，伊会看到这个天出现一生伊所经历的这个光景，一幕一幕来出现。迄个时候，伊看到这个沙啊顶管有两撮的这个脚印，一撮是伊的脚印，一撮是主要所的这个脚印。做时伊发觉到，伫对人生上实际、上悲伤的时，这个沙滩顶嘛，只有剩一撮的这个脚只尔定，所以就对主要所讲：主啊，当我决定要跟对你的时阵，你兼无答应我，你要一路甲我同行嘛？就是我发觉到，伫我人生最痛苦的时阵，这个沙滩顶嘛，只有剩一撮这个脚只尔定呢。我无明白为虾米，当我最需要的时阵，你竟然离开我去。这所该回答讲，我所亲爱的细囝，当你受到试炼的时阵，我拢总无离开你呢。你目睭所看到迄个脚只，就是我抱着你的脚只来行的脚只呢。亲爱的弟兄妹，咱的信仰唔单单是知影耶稣疼咱，咱的信仰是通用亲身来体验的。因为咱的主是各真各活的这个主呢，所以咱就爱备办好势，对这个以马忤斯来处罚。咱生命中的以马忤斯就是伫绝望的时间，这个时阵遇到主要所的所在。伫以马忤斯的路上，耶稣基督陪伴着咱行，伊体贴咱的这个软弱，伊愿意停落来听候咱，也叫做爱咱，叫做别人的这个以马忤斯路上的这个同伴。兄弟姊妹，请问恁准备好要未？咱做伙来对以马忤斯来处罚，将主耶稣基督拯救福音传予咱身躯边每一个需要主耶稣人的这个心内，互因的生命通得到改变。你准备好无？以马忤斯毋是咱天下的所在，互咱做伙来倒去耶路撒冷，做伙伫遐来敬拜万王的王、万主的主。阿们。这段呢，要来念回应诗歌。如果你是要知，如果你是要知，听伫哪位，听就伫你我的周围。如果你是要知，听伫哪位，听就是咱的笑面顶。听伫哪位，听伫哪位，听就是上帝的子民。听对倒来，听对倒来，听是对上帝下来。如果你是要知，听伫哪位，听就是心中生命中。如果你是要知，听伫哪位，听就是父母的心内。听伫哪位，听伫哪位，听就是上帝的囝来。听对倒来，听对倒来，听就是对上帝下来。听伫哪位，听伫哪位，听就是上帝的囝来。
来，听就是对上帝下来。如果你是要知，听伫倒位，听就是你我的周围。如果你是要知，听伫倒位，听就是咱的笑面顶。听伫倒位，听伫倒位。听就是上帝的子儿，听对倒来，听对倒来，听是对上帝下来。如果你是要知，听伫倒位，听就是心中生命中。如果你是要知，听伫倒位，听就是父母的心内。听伫倒位，听伫倒位。听就是上帝的子来，听对倒来，听对倒来，听就是对上帝下来。听伫倒位，听伫倒位，听就是上帝的子来。听对倒来，听就是对上帝下来。如果你是要知，听伫倒位，听。你我的周围，如果你是要知，听伫倒位，听就是咱的笑面顶。听伫倒位，听伫倒位，听就是上帝的子儿，听对倒来。听对倒来，听是对上帝下来。如果你是要知，听伫倒位，听就是心中生命中。如果你是要知，听伫倒位，听就是父母的心内。听伫倒位，听伫倒位，听就是上帝的子来。听对倒来，听对倒来，听就是对上帝下来。听伫倒位，听伫倒位，听就是上帝的子来。听对倒来，听对倒来，听就是对上帝下来。如果你是要知，听伫倒位，
水伫我的周围。如果你就要知，徛伫倒位，徛伫咱的笑面顶。徛伫倒位，徛伫倒位，徛伫上帝的家里。徛对倒来，徛对倒来，徛是对上帝下来。如果你是要知，徛伫倒位，徛就是心中生命中。如果你是要知，徛伫倒位，徛就是父母的心内。徛伫倒位，徛伫倒位，徛就是上帝的家来。徛对倒来，徛对倒来，徛就是对上帝下来。徛伫倒位，徛伫倒位，徛就是上帝的家来。徛对倒来，徛对倒来，徛就是上帝下来。这叫咱同心三角的祈祷吼。主啊，宝贝上帝，阮感谢你。那今日阮对这路加福音24章30到35节内面，我来思想伊马五斯的路上，最后所甲两个学生同行，甲因一路的对话。后来这两个学生日出最后所以后。因倒到个学生所聚集的所在，因就彼此来讲起，为着国外主的见证。当学生看到最后所搁再显现的时，就靠给因讲：愿恁平安，愿恁平安就是上帝的心意，也咱爱咱真正的平安。上帝伊唔爱咱跋倒伫这个忧愁、烦恼的这个风险的中间。人若记着这个国外主，咱的生命就要有所改变。你就欢喜甲人来分享好消息，你嘛会接受这个切恳，你嘛领受这个使命，你嘛会回应上帝对你的呼召。互咱家己成做一个祝福的管道，成做一个有影响力的这个生命。这两个学生为着国外主了后，解决了因心内这个怀疑，因倒到去因的这个信仰的团体，成做国外主的这个见证，领受了使命，成做传福音的这个工具，来创造。建设初代教会这个参与者，做阿爸爸上帝，等阮孝顺过去的这个恩典，阮就知影你的祝福，实在是超过阮所求所想的。无论伫顺境还是逆境的时，我都愿意向你来献上感恩的心，愿你坚固阮的信心。继续赐予恩典伫阮的中间，互阮会当叫做感恩的人，会当不断甲四周围的人来分享你的恩典。那目前也拄拄是这个伫困难中的大环境的下面，阮依然真需要这种的这个挖过上帝的心，
阮无惊吓无论呢，相信上帝会伫阮旷野来开道路，伫沙漠来开江河。阿爸父上帝，现在我要继续为着美国，为着阮的故乡台湾来祈祷。我求天父上帝来祝福台湾，也祝福美国。互阮所徛起的美国，也是徛起的台湾，拢会当平平安安的生活着。甲阮同心的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来求。阿门。他这条罗斯要甲你祝祷，愿天父上帝主来甲怜悯，主耶稣基督恩典，圣神保惠师的感动甲交通，甲亲爱兄弟同在，直到见主的面迄日，奉爸囝圣神的名，阿门。各位乡亲，各位时代，兄姊妹。咱今日的这个网络礼拜，就要伫这个所在来告一段落。咱希望伫后一个礼拜，共这个时间空中来相甲见面。愿天父上帝赏赐你阖家平安。再会，拜拜。愿恁平安。恁着去照万变是做好事，甲伊行说来归遍上帝，着甲因遵守主的命，普天的传福音救灵魂，愿恁平安，愿恁平安，愿耶和华予伊的名光照你，愿恁平安，愿恁平安，愿被上帝欢喜的名欢你。恁着去照万变是做好事，甲伊行说来归遍上帝，着甲因遵守主的命，普天的传福音救灵魂。阿罗哈哦，阿罗哈哦，我名我予伊的名光照你。阿罗哈哦，阿罗哈哦，我背后的欢喜的名。